今天一大清早就有许多国民大会代表赶到会场签到，大家满怀希望、深具信心地来参加这项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任务的会议。1978年2月19日，第一届国民大会第6摆会议伫台北市阳明山中山楼正式开幕。中华民国第6任总统候选人行政院蒋院长、副总统候选人谢东闵、政府文武官员以及各国驻华使节，今天也都应邀参加。这摆大会当中，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蒋经国当选总统，而且伫当年5月份宣誓就职。1997年2月19日，中国共产党元老也是中国上权领导人邓小平伫北京过身，享其寿93岁。死因是帕金森氏症末期引起细胞感染，造成无法度喘气，最后嘛无救活。在政治舞台上三落三起的中共元老邓小平，在人生的舞台上却走到了尽头，无法再起。4天了的元宵节，中国嘛伫迄天停止原本的庆祝活动，表示哀悼。